緩解壓力性充血經痛配方：羅馬洋甘菊5滴、快樂鼠尾草5滴、馬鬱蘭10滴、杜松子5滴、薰衣草5滴、植物基底油30毫升。緩解痙攣性經痛配方：真正薰衣草10滴、胡椒薄荷5滴、絲柏5滴、馬鬱蘭5滴、蠟菊5滴、植物基底油30毫升。舒緩嚴重經痛配方：小豆蔻5滴、馬鬱蘭5滴、蠟菊10滴、快樂鼠尾草5滴、玉豆蔻3滴、植物基底油30毫升。取出適量配方油，按摩整個腹部和下背位置。根據需要使用，建議於月經到期前1週開始使用。